無字天書一，好久沒發文了，不是偷懶，是在好好學習。學着，忽然發現，原來自己一直隨身攜帶一本經典，卻永遠捨近求遠，到處尋找答案。那本書叫無字天書。我的本質本是能讀懂它的，只是都市生活太嘈雜，腦子裏轉的都是活動企劃、教學大綱，反而忘了最親近的老師，就在每一天的呼吸裏，在每一陣風的重量裏。感謝我的瑜伽導師，讓我的腦子可以暫時關機，重新學習什麼叫靜。感謝我的師傅，帶我回到根源，去感受那看不見卻無所不在的智慧。今日風球由10號轉8號，再由8號落到3號。你觀察過自己嗎？風來了，你的心情是跟着飄搖，還是如如不動？昨天剛掛風球時，你在想什麼？是擔心災情，還是暗自期待多一天假？前天風還沒到，身體卻先有了反應，特別累，特別沉，肩頸格外僵硬，那是大自然在透過你的身體敲門，你聽見了嗎？無字天書不在深山，也不在古籍裏，它就在日常中，在風的方向裏，在身體的細微變化裏，在每一次本來想抗拒，最後卻選擇順流的時刻裏。當然，我也會看看吹的是什麼風，那裡是風口，做些該有的準備。那不是緊張，是尊敬。就像讀一本書，你會翻頁，不會撕書。這本無字天書真的太有趣了，還有好多頁等着翻，下次再跟你分享。